外邊呢就威利非凡包咗落咩拼搏嚟㗎？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手到齊來，支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啊！杜月橋開始追上嚟啦，咁啊再見到後邊嘅第3位有津智神啦，中間你知我醒啦，外邊朗日自強大我當威利非凡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手到齊來依然係佔先嘅，杜月橋就追緊佢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津智神，最後50米埋邊手到齊來，仲有杜月橋喺第2位，外邊上嚟津智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外邊冚上嚟。津智神末段個勢就好勁㗎啦，咁啊埋邊手到齊來鬥緊杜月橋嘅時候呢，手到齊來步步都鬥贏啊！咁啊津智神逐步追上嚟，埋邊橙色眼罩，手到齊來，第3啊杜月橋，第4名係你知我醒啊！以為前面單打獨鬥啊，但係攝隻外邊津智神、董明朗擒晒，入邊嘅手到齊來睇嚟第2啦，中間位置杜月橋第3。你知我醒呢，跑過第4，一檔可以擺前面走啊！呢隻津智神上次出呢就撻咗好耐嘅，咁啊而家真係夠晒空間俾佢